喺香港娛樂圈，唔理你輩份有幾高，資歷有幾深，只要見到佢，都要老老實實叫一聲四哥。2026年7月16號，89歲嘅謝賢喺香港平靜離世。20號呢個消息一出，好快就登上全港各大報章頭條。兒子謝霆鋒回應傳媒嗰陣，只係講咗一句話：如果諗起四哥，諗起我父親，唔使喊，亦唔需要太傷心。佢會覺得咁樣唔夠瀟灑。瀟灑呢兩個字幾乎陪住謝賢行完整整一生。而家好多後生仔一提起謝賢，第一反應可能都係謝霆鋒老豆。但你只要翻香港演藝圈近70年歷史，就會發現淨係用呢個身份去講謝賢，真係太細睇佢。佢係香港粵語黑白片年代嘅頂級男主角，係70年代縱橫港台兩地嘅風流浪子，係 TVB 千王賭片風潮入面最有代表性嘅人物之一，更加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史上年紀最大嘅影帝。由1953年入行到2022年攞影帝，謝賢一個人幾乎見證晒香港娛樂工業由冒起最風光到慢慢落寞嘅成個過程。喺全港咁多星二代入面，謝霆鋒當年受過嘅罪、捱過嘅鬧，某程度上都係喺幫爸爸還債，而謝賢自己先至係香港娛樂史上第一個將有錢大少爺呢個人設活成傳奇嘅男人。今日我哋就嚟講一講呢位全香港最瀟灑、最通透嘅四哥，佢呢一生究竟有幾夠癲、幾傳奇又幾荒唐。第一章，世家少爺家道中落，粵語片年代嘅港圈第一男神同最初情史。謝賢本名謝家玉，1936年佢出生喺廣州一個有頭有面嘅富商家庭。喺謝家族譜入面，佢係貨真價實嘅謝家四少爺。當時謝家喺廣州經營銀號，生意做得好大，所以謝賢一出世就已經含住金鎖匙，細個過嘅係衣食無憂嘅少爺生活。可惜好日子冇維持太耐，後來戰亂爆發，時局動盪，謝家銀號倒閉，屋企好快敗落。為咗避難，謝家一家人搬到香港。等到謝賢10幾歲嗰陣，曾經風光一時嘅謝家已經落到要租屋住，甚至連學費都差啲交唔起。由高高在上嘅富家少爺一下跌入生活泥潭，換轉一般人可能一早跌低就爬唔返起身。但謝賢偏偏有一張天生食娛樂圈呢行飯嘅臉。1953年，17歲的謝賢投考嶺光影業公司的演員訓練班，可惜最終落選。就在他以為明星夢就此破滅時，電影人潘炳權看中了他的外形，將他帶進迪華電影公司。1954年，謝賢憑留下山水喉正式登上銀幕，第一次拍電影便擔任男主角。當時香港觀眾邊度見過呢種氣質嘅男演員？以前黑白片入面嘅男主角，要麼係文質彬彬嘅苦情書生，要麼就係正氣凜然嘅武打英雄。唯獨謝賢生住一張風流靚仔樣，嘴角輕輕一揚，已經透出一種玩世不恭嘅少爺味。1955年，謝賢轉投光藝製片公司，呢一次轉會直接開啟咗佢長達10幾年嘅巔峰時代。由50年代末到60年代，謝賢成為光藝絕對嘅當家台柱。1960年，佢主演由金庸名著改編嘅第一代電影《神鵰俠侶》，喺片入面飾演楊過。當時年僅24歲嘅謝賢，將楊過身上嗰種狂傲、不羈、亦正亦邪嘅味道演到入晒骨，好快就紅遍成個東南亞。嗰陣謝賢嘅片酬到底有幾高？我哋直接攞真金白銀嚟比。60年代初，香港普通打工仔一個月人工大概得100蚊港幣左右，喺九龍或者新界買一層普通住宅，存款都不過2000至4000蚊。但謝賢當時拍一部電影，片酬已經高達2萬蚊。2萬蚊係咩概念？即係話謝賢拍一部戲賺返嚟嘅錢已經足夠買下幾層市區住宅。但呢位富家少爺出身嘅四哥根本冇乜儲錢買樓嘅理財概念。對20出頭嘅謝賢嚟講，錢賺返嚟就係用嚟享受。拍完一部戲，片酬一到手，佢轉頭就跑去汽車行，買低最頂級嘅跑車，成為當時香港最早開豪華跑車嘅男明星之一。覺得喺陸地上玩唔夠刺激，佢又買豪華遊艇，甚至喺60年代，佢仲花重金買咗水陸兩用車，而且一買就買2部。當時香港報紙雜誌幾乎日日都追住報，
謝賢又換咗咩跑車，又住咗邊套外國進口高級西裝。佢亦係香港最早將水手服、大墨鏡、筆挺西裝鑄成潮流標誌嘅男明星之一。用當年港媒嘅講法就係，謝賢一個人將全香港後生仔嘅時尚品味直接推前咗10年。而呢種誇張嘅享樂生活背後，亦跟住一段又一段轟轟烈烈嘅情史。手揸天價片酬，又有一張靚到過分嘅臉。謝賢喺60年代香港演藝圈正式展開咗長達半個世紀嘅風流人生。謝賢人生第一段公開戀情係同光藝製片公司嘅當家花旦嘉玲。嘉玲本名何佩英，外形端莊高雅，氣質好出眾，係50年代香港粵語片入面女神級人物。佢同謝賢由1955年入光藝開始，就被公司綁成銀幕情侶，係當時全港最受歡迎嘅銀幕組合之一。兩個人先後合作咗《999命案》、《阿超結婚》、《追妻記》等幾十部電影，戲入面演盡歡喜冤家，戲外亦好自然咁走到一齊。呢段戀情一拍就拍咗整整7年。喺當時市民眼中，謝賢同嘉玲簡直係天生一對。嘉玲性格溫柔，做事周到，對謝賢照顧得好細心。謝賢喺呢段感情入面亦算相對安分，好少傳出其他緋聞。但偏偏兩個人對將來嘅諗法完全唔同。嗰陣謝賢正處於事業最高峰，手上有使唔完嘅錢，身邊永遠圍住一大班朋友。用佢後來接受訪問時嘅講法，我嗰陣太後生，太貪玩，每日拍完戲，個腦入面只有3樣嘢：打牌、賽車、去夜總會玩。每日夜晚，謝賢都會開住開篷跑車，呼朋喚友去夜總會飲酒跳舞，又或者同一班富豪朋友通宵打牌。但嘉玲係一個性格比較傳統、好渴望家庭嘅女人。隨住年紀慢慢大，30幾歲嘅嘉玲越嚟越想要一個穩定歸宿，結婚生仔，過平淡安穩嘅生活。佢曾經好多次暗示謝賢，希望兩個人可以定落嚟，將婚事辦咗佢。但當時謝賢玩得正開心，喺佢眼中，結婚就好似將一個枷鎖套喺自己頸上。每次嘉玲一提結婚，佢就嬉皮笑臉咁帶過去。去到呢段戀情嘅尾聲，嘉玲終於心淡。有一日，佢約謝賢出嚟食飯，好認真咁同佢講：四哥，有一位泰國華僑一直追緊我，佢已經同我求婚。如果你仲係冇打算同我結婚，我就會答應佢。呢句話已經係嘉玲俾謝賢嘅最後通牒。結果心大到不得了嘅謝賢根本冇聽出背後嗰份危機，佢仲以為嘉玲只係呷醋或者講緊氣話。佢甚至擺一擺手，滿不在乎咁話：好啊，有人追你係好事，你去同佢食飯，多識一個朋友都冇壞。呢句話直接將呢段戀情推到盡頭。冇幾耐，嘉玲真係收拾好行李，毅然宣布退出香港娛樂圈，遠嫁泰國，同嗰位泰國華僑結婚。直到謝賢收到嘉玲由泰國寄嚟嘅結婚請柬，佢先如夢初醒，先知道自己已經徹底失去呢個陪住佢行過整段青春嘅女人。後來謝賢再講起呢段初戀時，難得流露出後悔。佢話見到請柬嗰一日，自己一個人閂喺房入面呆咗好耐，之後仲跑去歐洲旅行，喺外面待咗幾個月。嗰次係謝賢人生第一次喺感情入面食到苦果。原因其實好簡單，佢太將自己當一回事，亦太低估一個女人想要家庭嘅決心。由歐洲散心返香港之後，謝賢並冇消沉太耐。去到60年代末，一個更加耀眼亦更加果斷嘅女人闖入佢生命入面。呢個女人就係後來享譽華語影壇嘅影后蕭芳芳。蕭芳芳童星出身，10幾歲已經紅遍大江南北，被譽為東方秀蘭、鄧波兒。去到60年代末，蕭芳芳已經出落成一位有樣有演技嘅頂級女星。當時謝賢同蕭芳芳合作拍攝電影《金鴨》，面對呢位年輕靚女又好有性格嘅女主角，謝賢好快就展開猛烈追求，送名貴禮物，開豪車接送，再加上佢嗰張能言善辯嘅嘴，面對全港最紅男神嘅追求，年輕嘅蕭芳芳好快都墮入愛河。但呢段感情由一開始就注定好難長久，因為兩個人嘅性格同諗法根本係兩個世界。蕭芳芳雖然身處五光十色嘅娛樂圈，但佢係一個極度自律、好渴望知識嘅學霸型女人。除咗拍戲，佢大部分時間都用嚟學英文、睇名著。
就算喺劇組休息，佢都成日拎住書本為將來出國深造做準備。但謝賢就係典型嘅今朝有酒今朝醉，喺佢眼中人生苦短，賺錢就係為咗享受。至於睇書學習，對當時嘅佢嚟講，簡直就係浪費時間。兩個人拍拖嗰陣，成日會出現咁樣一幕：謝賢開住豪車帶蕭芳芳去山頂兜風，或者去夜店跳舞，但蕭芳芳唔同佢講娛樂八卦，亦唔同佢講風花雪月，反而好認真咁拎出英文書對謝賢講：四哥，你底子咁好，人又聰明，唔可以日日淨係掛住玩，你應該同我一齊學英文，多啲睇書，充實自己，咁樣演藝事業先可以行得更遠。謝賢聽完，成個人都懵咗，佢心入面諗嘅係：我拍一部戲就可以買一棟樓，全香港見到我都叫四哥。我依家玩得咁開心，點解仲要去背英文生字？呢種諗法上嘅衝突，終於喺一個晚上爆晒出嚟。嗰晚，謝賢好似平時咁開住跑車去接蕭芳芳收工，準備帶佢去參加派對。點知蕭芳芳一上車，又開始勸佢好好讀書，努力上進，改走成日去夜店嘅習慣。聽住耳邊不停傳嚟嘅勸告，玩心正重嘅謝賢終於忍唔住，佢一腳急剎，將車停喺路邊，轉個頭對蕭芳芳講：蕭芳芳，我依家玩得正開心，根本唔想學咩英文，你唔好再管我啦。換轉一般女仔，面對熱戀中嘅男朋友突然發火，可能會選擇忍或者讓一步，但蕭芳芳絕對唔係一般人。聽完呢句話之後，佢冇喊，亦冇同謝賢大吵大鬧，只係好平靜咁望住佢講：好，咁請你開門俾我落車。謝賢當時仲嬲緊，以為蕭芳芳只係發脾氣，於是隨手解開車鎖。蕭芳芳推門落車，頭也不回就消失喺夜色入面。第二日，謝賢都未嚟得及去道歉，蕭芳芳嘅決定已經傳到佢耳中，佢正式向謝賢提出分手，仲推掉手上戲約，收拾行李遠赴美國留學。呢段只維持咗1年多嘅戀情，就咁用一個好戲劇化又好乾脆嘅方式收場。呢件事對謝賢打擊好大。喺此之前，佢一直都係感情入面掌握主動嗰個。佢自認見過好多女人，亦覺得任何關係自己都可以處理得游刃有餘。但蕭芳芳嘅出現，徹底打破咗佢嗰份驕傲。佢亦成為謝賢公開情史入面少數主動提出分手、轉身離開嘅女人。好多年之後，早已經功成名就嘅謝賢喺電視節目入面再講起蕭芳芳，眼神入面依然帶住幾分敬佩同無奈。佢坦言，蕭芳芳係個好女仔，佢係正派人，係我自己太唔爭氣、太貪玩，佢飛咗我係啱嘅。如果當年我聽佢講好好讀書，可能今日嘅成就唔止係咁。第二章，江湖義氣，銀色鼠隊同周潤發爭寵嘅情場野史。去到70年代初，香港電影市場開始大變天，傳統粵語黑白片好快走下坡，國語功夫片同新式喜劇就開始全面冒起。面對呢種時代轉變，謝賢唔單止冇被淘汰，反而將自己嘅地盤由幕前一路伸到幕後，甚至喺港台演藝圈結成一個人脈極深、勢力好大嘅超強圈子。呢個圈子就係大名鼎鼎嘅銀色鼠隊。1972年喺老大哥張聰牽頭之下，7位當時喺港台演藝圈好有份量嘅人物喺香港正式結拜。呢7個人按年紀排，分別係大哥張聰、二哥謝賢、三哥陳志強、四哥陳浩、五哥秦祥林、六哥鄧光榮以及七妹沈殿霞。呢個組合模仿嘅係荷里活當年由弗蘭克辛納屈發起嘅 Rat Pack， 亦即係鼠黨。但喺老派港圈嗰種江湖氣氛入面，銀色鼠隊絕對唔係幾個明星約埋飲酒食飯咁簡單，佢更加似一個圈中兄弟會，有事一齊撐，有資源一齊用，有人被蝦就一齊出面。當年銀色鼠隊立下3條規矩：第一，7個人入面，只要有任何一個人拍戲或者開電影公司，其他人唔理幾忙，都要無條件友情客串或者出場撐場。第二，如果喺外面或者喺劇組有黑幫有勢力咁欺負7個人入面任何一個，其他人就一定要出動自己所有人脈同背景，一齊出面討回公道。第三，7個人嘅資源全部打通，台灣資源就陳長林、陳浩，
香港資源就陳謝賢、鄧光榮，幕後推手就陳慈強，宣傳推廣就陳岑殿霞。呢7個人夾埋，幾乎撐起咗70年代港台娛樂圈半邊天。當年就有一單好出名嘅事，有一次親妹沈殿霞去東南亞登台演出，點知竟然被當地黑道幫會刁難同威脅，甚至連護照都被人扣起。消息一傳返香港，銀色鼠隊大哥張聰、二哥謝賢同六弟鄧光榮當場嬲到爆。謝賢同鄧光榮直接動用自己喺港台兩地嘅江湖關係同人脈，親自飛去東南亞同對方大佬談判，最後安全將沈殿霞帶返香港。亦係呢段時間，謝賢開始展現出佢好醒嘅生意腦同導演才華。佢唔再滿足於只做演員，只攞片酬，而係自己創辦謝氏兄弟電影公司，自己做導演、寫劇本、隻投資。佢執導兼主演嘅電影《明日天涯》、《冬戀》、《擇梯》等等，喺70年代初票房都相當賣座。當時嘅謝賢喺鏡頭前係風流瀟灑嘅男主角，喺鏡頭後就係可以話晒事嘅電影公司老闆。再加上背後有銀色鼠隊、龐大人脈撐住，佢喺港圈嘅地位真係高到冇幾多個人可以同佢比。不過手上有權、有錢、有地位嘅四哥，去到感情世界入面，依然都係嗰個風流大少爺。70年代中期，香港 TVB 推出長篇電視劇《狂潮》，呢部劇播出之後，真係去到萬人空巷。隨住劇集熱播，戲入面一對男女主角好快走紅，而戲外亦慢慢擦出火花。女主角叫苗漏人，苗漏人絕對係70年代香港演藝圈一個好特別嘅存在。佢出身書香世家，父親係知名報人，佢自己由細喺歐洲留學，精通多國語言，氣質清冷高貴，又帶住一種知性美。佢亦係1976年香港小姐最上鏡小姐得主，喺當時港圈，牟人係公認嘅高級感女神。而當時喺《狂潮》入面，同佢演情侶嘅男主角叫周潤發，嗰陣嘅周潤發仲未係之後人人叫嘅發哥，更加未有後來演技之神嘅地位。佢只係一個剛剛由 TVB 藝員訓練班畢業冇耐，出身貧寒，喺劇組由跑龍套捱起嘅後生演員。因為日日一齊拍戲，長相英俊又純情嘅周潤發對某個人一見鍾情，之後就展開熱烈追求。周潤發當年窮到咩程度？佢每日慳食慳使，慳落嚟嘅錢全部攞去買花送俾謀快人。拍完戲之後，佢就踩住舊單車，或者陪佢一齊搭巴士返屋企。苗漏人對呢個高大真誠嘅年輕人，其實亦幾有好感，兩個人關係一度發展得相當親密。不過呢段屬於年輕人嘅青澀戀情，好快就被突然殺出嚟嘅謝賢直接打亂晒。當時已經40出頭，名滿全港嘅謝賢喺電視上見到未救人，立刻被佢深深吸引。對嗰陣名氣、財富同地位都去到高峰嘅四哥嚟講，追女仔從來唔需要兜圈。佢嘅方法好直接，就係用一個大明星手上有嘅一切，向謀後人發起猛烈攻勢。當周潤發仲踩住單車喺劇組門口等謀人收工嗰陣，謝賢已經開住進口開篷跑車，捧住大束鮮花停喺 TVB 大樓門口。知道喵爹人中意大海，中意有情調嘅生活，謝賢又買下一艘私人遊艇，每逢週末或者劇組休息，佢就揸住遊艇去碼頭，準備好酒同好嘢食，邀請謀後人出海兜風，食海鮮宴。喺70年代嘅香港，唔少普通家庭連電視機都未必有，一邊係踩單車搭巴士，另一邊係開跑車坐遊艇。呢種差距真係太明顯。嗰段時間，香港娛樂小報日日追住呢段三角關係嚟寫，標題一個比一個誇張，咩四哥重金追苗人，咩周潤發情敵當前。總之日日都炒到熱烘烘。面對謝賢鋪天蓋地嘅名車、遊艇、頂級餐廳同江湖地位，年輕嘅周潤發感到一種好深嘅無力同自卑。後來周潤發接受香港電台專訪，講返呢段痛苦嘅被搶女友經歷時，曾經講過一段好心酸但又好真實嘅大白話。佢話嗰陣我邊敢同四哥爭，我當時一個月人工先幾百蚊，窮到連請佢食一餐似樣嘅西餐都要湊錢。我得一部爛單車，但四哥開跑車玩豪華遊艇，
綿人同我講福樓拜，講齊克果，我連聽都聽唔明，我只能同佢講劇本。四哥帶佢去頂級會所，我帶佢去街邊大排檔。呢場仗我未打已經輸咗。雖然呢段三角戀當年轟動全港，但有趣嘅係，微人最後既冇嫁俾謝賢，亦冇留喺周潤發身邊。呢位好有主見嘅知性美女喺睇盡娛樂圈浮華之後，最後遠赴美國，後來嫁俾美籍華裔導演黃榮，亦慢慢淡出演藝圈。不過四哥開遊艇追走發哥心上人呢段往事，依然成為70年代香港娛樂圈最經典嘅情場八卦之一。其實謝賢追求苗後人，亦未必真係去到深愛嗰種程度。當時嘅佢剛剛結束第一段婚姻，知道甄珍令自己顏面盡失之後，謝賢覺得非常冇面，所以外界亦有講法，認為佢係故意追求一個年輕女仔，想替自己挽回面子。多年之後，謝賢參加魯豫訪問時，亦親口講過：我同嗰個人3年，我都冇碰過佢。佢口中嘅嗰個人，指嘅就係謀救人。第3章，轟動兩岸三地嘅兩段婚姻。1971年，謝賢拍攝電影《提刑》嗰陣，認識咗來自台灣嘅初代瓊瑤女郎甄珍。當時年僅23歲嘅甄珍，生住一張嬌小、精緻、靚到冇得輸嘅臉，被譽為台灣影壇嘅甜心皇后。面對呢位紅遍海峽兩岸嘅玉女，閱女無數嘅謝賢，再一次墮入愛河。為咗追求甄珍，謝賢唔單止推掉香港好多工作，仲頻頻飛去台灣接送佢收工，送各種名貴珠寶，甚至甘願喺甄珍主演嘅電影入面做綠葉。謝賢本身風流瀟灑又成熟體貼，甄珍好快就被佢打動。1974年3月，謝賢同甄珍喺香港秘密登記結婚。消息曝光之後，港台娛樂圈即刻轟動，好多觀眾都冇諗到，一向以風流出名嘅謝賢，竟然真係願意收心走入婚姻。不過呢段睇落郎才女貌嘅婚姻，其實由一開始已經埋低隱患，因為喺台灣有一個叫劉家昌嘅音樂鬼才，正好似住魔咁，一直盯住呢段婚姻。劉家昌早喺甄珍10幾歲嗰陣已經認識佢，一直自稱甄珍係佢嘅一生摯愛。當佢知道甄珍竟然遠嫁香港，同謝賢領證結婚之後，劉家昌成個人幾乎失晒控。佢根本唔理甄珍已經係人妻，直接對住傳媒公開放話：甄珍係我嘅女人，我一定要將佢搶返嚟。接住落嚟2年，一場轟動港台娛樂圈嘅三角關係正式上演。劉家昌一度放低手上工作，甄珍去邊度拍戲佢就追到邊度，甄珍去美國佢跟去美國，甄珍返台灣佢就去機場送花，甄珍住酒店佢甚至將自己房間訂喺附近，寫歌送禮公開表白一樣都冇少。當時香港小報同台灣傳媒全程追蹤，不斷用劉家昌狂追人妻、謝賢婚姻亮紅燈呢類標題炒作。面對劉家昌呢種近乎騷擾式嘅瘋狂追求，身在香港嘅謝賢真係覺得好冇面。謝賢骨子入面本來就係一個極度愛面、性格又非常驕傲嘅老派男人，劉家昌咁樣做簡直就好似當眾刮佢一巴。再加上兩公婆本來就溝通少，又長期分隔兩地，謝賢同甄珍之間誤會越積越深。情緒爆發之後，謝賢向甄珍落咗最後通牒，要求佢立刻返香港生活，否則就離婚。但甄珍當時受到工作合約限制，冇辦法即刻返港。佢亦覺得謝賢唔夠信任自己，一氣之下就回咗一句離就離。1976年，呢段只維持咗大概2年嘅婚姻，就咁鬧到全城皆知，最後正式玩完。兩個人簽完離婚協議之後，劉家昌即刻接手，繼續瘋狂追求甄珍。最後亦真係如願娶到甄珍，外人都以為風流成性嘅四哥離咗婚，只會即刻合新歡，繼續快活。但只有少數身邊人知道，表面上死撐住自尊嘅謝賢，私底下到底有幾難受。後來同謝賢交情好深嘅老朋友喺訪談入面爆過一個真實細節：簽完離婚協議嗰晚，謝賢一個人開住佢架開篷跑車，一路飆上香港太平山頂。佢喺寂靜無人嘅山頂停低架車，自己一個坐喺車入面，痛哭咗足足幾個鐘，喊到連衫都濕晒。嗰一晚，可能就係呢位全香港最風流、最愛面嘅男明星，
一生入面最狼狽亦最痛苦嘅時刻。好多年之後，去到2019年，珍珍喺台北舉辦自傳發佈會，82歲嘅謝賢着住一身有型西裝，親自到場撐場，同珍珍闊別45年再重逢。謝賢第一句就問佢：你有冇愛過我？珍珍望住佢，笑住回答：我梗係愛過，如果冇，點會嫁俾你？就係呢一句，解開咗半個世紀嘅心結同遺憾。走出第一段婚姻之後，謝賢並冇單身太耐。1978年，42歲嘅謝賢遇到細佢15歲嘅當紅花旦狄波拉，又再一次發動猛烈攻勢追求。謝賢後來回憶，兩個人相識喺大街上，當時狄波拉開住跑車，謝賢見到之後就行過去搭訕，仲邀請佢一齊食飯。雖然一開始被拒絕，但謝賢完全冇死心，一路糾纏到狄波拉答應同佢約會。嗰陣狄波拉身邊其實仲有一個異地戀男朋友，同謝賢約會之後，狄波拉仲曾經去美國割男朋友，點知謝賢亦追到美國去佢約會，最後終於抱得美人歸。1978年，兩個人正處於熱戀狀態，已經公開互相叫對方老公老婆，連婚期都講到有晒。但事實上，兩個人都算冷靜，佢哋唔想因為一時上頭就結婚，所以專登去泰國旅行相處，又口人睇過，問過意見之後，先真正定下結婚呢件事。兩個人嘅婚禮一推再推，一改再改，終於喺1979年定落嚟。當年8月13號，謝賢迎娶狄波拉，呢場豪華婚禮轟動全港。四哥用勞斯萊斯接新娘，又請嚟周潤發、關菊英等人，組成星級兄弟姐妹團。新娘開門利是係4999蚊，成場婚禮花費超過200萬。周刊同傳媒全程跟拍報道。婚後，謝賢加入無線，佢拍《千王之王》嗰陣，狄波拉肚入面已經有咗小朋友。謝賢每日喺劇組之間奔波，有一日拍戲拍到下午，突然接到電話，拉姑作動，佢即刻趕去醫院。一班傳媒收到風之後，亦即刻跟住去。第二日，所有媒體都報道謝賢生咗個仔。謝賢夫婦亦都好識做，俾足料傳媒。兒子個名已經改好，叫謝霆鋒。謝霆鋒出世之後，謝賢又表示自己仲想要一個女，一仔一女，湊成一個好字。1982年，狄波拉生下女兒謝婷婷。謝賢最紅嗰陣，一家人嘅生活幾乎全部攤開喺鎂光燈底下。拉姑成日帶住謝霆鋒上節目，一家人逢年過節就幫雜誌拍全家福。面對傳媒同觀眾，真係俾足晒面。按道理講，有仔有女，老婆又靚，謝賢呢一生應該算係相當圓滿。但邊個諗到，因為謝賢平時生活太揮霍，太愛玩，再加上當年啲娛樂報紙為咗搶眼球，真係咩都敢寫。全香港狗仔隊竟然傳出一個荒唐到不得了嘅八卦謠言，話謝賢早年玩得太癲，身體唔得。謝霆鋒根本唔係謝賢親生，而係狄波拉為咗幫謝賢還債，跑去向香港超級富豪賭王何鴻燊謝總生出嚟。呢個荒唐到離晒譜嘅謝總謠言，喺80年代香港娛樂小報入面被傳到似層層，甚至連謝霆鋒細個生得太靚仔，唔似普通小朋友，都被狗仔攞嚟當成所謂證據大肆報道。換轉任何一個男人，面對呢種踩到男人面子又牽涉到家庭血脈嘅惡毒造謠，恐怕一早同狗仔隊鬧上法庭，一定打到天翻地覆。但謝賢唔同，佢根本懶得同呢班八卦狗仔糾纏，亦唔會企出嚟公開罵街。每次有記者不懷好意當面追問佢呢個謠言嗰陣，謝賢只係斜斜地戴住墨鏡，嘴角輕輕一揚，大大方方回一句話：霆鋒唔係我生嘅，咁你叫嗰個記者自己生一個出嚟睇下嘛。佢從來唔俾狗仔繼續炒作嘅機會，而係直接用一家4口頻頻合照，帶住謝霆鋒周圍去瀟灑嘅親密畫面，打返嗰啲別有用心嘅八卦傳媒。不過再轟動嘅婚禮，再甜蜜嘅明星家庭，都敵唔過日常生活入面嘅柴米油鹽同性格摩擦。謝賢天生就係一個講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嘅浪子，對家庭理財同生活瑣事基本上全部唔理。但狄波拉就精明能幹，性格又強，對生活每一方面要求都好高。
時間一長，兩個人喺生活習慣上嘅巨大分歧終於爆發出嚟，屋企日日嘈到不可開交。去到1995年，呢段維持咗16年嘅婚姻，最後都係走唔落去。但謝賢同狄波拉離婚嗰個名場面，又再一次刷新全香港市民認知。1995年，兩個人喺香港法院正式簽署離婚協議，換轉普通夫妻，辦完離婚手續走出法院門口，要麼就當對方陌生人，要麼就反晒面，老死不相往來。結果謝賢同狄波拉辦完離婚手續之後，謝賢竟然仲攬住狄波拉，笑住一齊離開，連旁邊律師都睇到呆晒。兩個人之後更加直接去香港頂級餐廳食咗一餐慶祝餐。用謝賢自己嘅講法，做夫妻冇緣分，點解一定要做仇人？大家放大家一條生路，做一世好朋友唔好咩？呢種睇得通放得低嘅分手方式，謝賢真係做到極致。幾年之後，狄波拉改嫁俾新加坡飛機師江耀成。喺狄波拉第二次婚禮上，謝賢唔單止大方親自到場送祝福，甚至喺婚禮現場感動到流眼淚。由嗰陣開始，香港狗仔隊成日喺中環頂級商場同茶餐廳影到全香港最不可思議嘅畫面。已經70-80歲嘅謝賢，竟然同前妻狄波拉以及狄波拉現任老公阿康三個人勾肩搭背一齊行街飲下午茶。喺茶餐廳入面，現任老公阿康會好貼心咁幫年老嘅謝賢攪入倒茶，狄波拉就坐喺中間同謝賢熱熱鬧鬧傾偈講八卦。去到買單嗰陣，阿康仲會搶住埋單。每次傳媒影到呢個三人行畫面，都一定大篇幅報道。全香港市民睇住呢幅和諧到離奇嘅畫面，都不得不佩服。第4章，破產欠巨債，大銀幕翻身。經歷過70年代電影市場洗牌同感情上幾次起起跌跌之後，去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40幾歲嘅謝賢又再一次證明自己點解可以紅咁多年。當時傳統大銀幕電影開始遇到瓶頸，而香港無線電視，也就是 TVB， 正乘住電視普及嘅東風飛快冒起，好多拍開電影嘅人都唔願意去拍電視劇，但謝賢卻毫不猶豫，一腳踏入 TVB 大門，而呢一踏直接踏出咗一個統治香港電視圈近半個世紀嘅傳奇稱號——四哥。1980年，麗的電視憑《大地恩情》打到 TVB 措手不及，原本播緊嘅輪流傳更加被迫腰斬。危急之下， TVB 緊急推出由王天林監製、王晶參與創作嘅《千王之王接檔救市》。謝賢喺劇中飾演男主角賭神羅四海。喺呢部劇入面，謝賢將佢骨子入面嗰種天生嘅世家脾氣、風流瀟灑同大佬氣場全部發揮到極致。羅四海氣場強大，一舉一動都型到不得了，成功令謝賢由以前各種小人物、浪子形象正式轉型成江湖大佬。千王之王一播出， TVB 成功收復失地，成為當年熱門劇集。由嗰一刻開始，羅四海呢個角色同謝賢本人形象徹底綁埋一齊，亦令四哥呢個稱呼真正傳遍全港。不過無線嘅拍攝強度明顯唔太適合愛玩嘅四哥。1979年，謝賢就曾經表示拍電視太辛苦，時間又長，想離開五台山。但第2年，無線再次傾盡全台人力物力，謝賢返嚟救市，誓要同麗的鬥到底。1982年，佢同汪明荃合作嘅《萬水千山總是情》喺香港首播時，創下平均50點嘅驚人收視紀錄，成為 TVB 史上最高收視劇集之一，再一次救市成功。不過去到後期，謝賢喺電視圈嘅風光並冇一直延續落去，覺得事業冇太大突破嘅佢，80年代後期開始將更多錢攞去投資做生意。佢將大量資金投入香港房地產、股票以及各種商業投資，結果可想而知，一世只識賺錢享樂，唔識控制風險嘅謝賢喺90年代中期嘅投資入面接連失手。更加雪上加霜嘅係，後來金融風暴席捲全港，香港樓市同股市一夜之間崩盤，謝賢名下多處物業瞬間變成負資產，唔單止早年儲落嘅幾千萬身家幾乎賠到乾乾淨淨，仲欠下銀行同財務公司
高達幾千萬嘅巨額債務，亦正正係呢場突然殺到嘅債務危機，直接改變咗謝賢長子謝霆鋒嘅人生。1996年，年僅16歲，原本仲喺外國讀書嘅謝霆鋒，不得不提早中斷學業返港，用極之苛刻嘅條件簽下一份賣身契，正式出道，替父還債。謝霆鋒年紀輕輕就入娛樂圈，喺全港嘅噓聲同質疑聲入面打拼。呢件事的確令謝賢百感交集。一向驕傲愛面嘅謝賢，睇住兒子承受靠父母上位、星二代玩票呢啲罵名，心入面自然唔好受。但亦正正係呢段痛苦低谷，令已經年過60嘅謝賢重新返到鏡頭前。1996年，佢去亞視拍咗《千王之王》，重出江湖，演龍4。呢部劇對好多觀眾嚟講，到今日依然係經典。但嗰陣，謝賢參與電影同電視拍攝，更多都係玩票性質，唔太計較片酬，亦唔太計較排位。但就算咁，佢仍然演咗好多經典角色。2000年，周星馳開拍《少林足球》，整部電影製作預算其實非常緊張，但周星馳堅持請謝賢出馬，飾演片中靈魂大反派強雄，仲開出100萬片酬。一開始，謝賢並冇答應，仲調侃話呢啲錢都唔夠我女朋友買一個手袋。但周星馳第2次登門拜訪，親自同佢講呢部電影其實係向李小龍致敬。點知謝賢一聽到李小龍，態度即刻轉晒，佢直接要求零片酬出演，只因為佢同李小龍當年曾經係摯友。戲入面嘅謝賢梳住大背頭，戴住墨鏡，着住筆挺西裝，將一個狂妄、陰險、目中無人嘅足球界大佬演到入晒骨。少林足球上映之後，喺香港取得超過6000萬港元票房，一度刷新香港電影票房紀錄。電影之後喺第2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攞下6項大獎。謝賢雖然冇憑強雄呢個角色攞到個人獎項，但佢憑住呢個囂張跋扈嘅大反派，再一次走入年輕觀眾視線。嗰一刻，全香港先再一次發現，昔日縱橫黑白片年代嘅四哥，就算已經年過60，只要佢往鏡頭前面一企，嗰股巨星氣場依然完全冇消失。第5章，爺孫戀散場，父子心結解開。踏入21世紀，已經70歲左右嘅謝賢，本來應該好似普通老人家咁湊下孫，過下清閒日子。但喺呢位全香港最唔按常理出牌嘅浪子身上，年齡好似只係一串數字。佢依然戴住招牌大墨鏡，紮住馬尾，並且喺69歲高齡，再次掀起一場震驚全港嘅爺孫戀。2005年，69歲嘅謝賢喺上海一間夜店入面認識咗一位來自上海嘅20歲模特兒 Coco。Coco 身形高挑性感，性格直爽，而69歲嘅謝賢風趣幽默，氣場強大，仲好有紳士風度。兩個相差足足49歲嘅人，竟然好神奇咁擦出愛火花。呢段巨大年齡差，令所有八卦傳媒同網民震驚到不得了。爺孫戀、老牛食嫩草、圖錢圖名呢啲刺耳標籤，瞬間鋪天蓋地湧過嚟。面對滿天飛耳，同狗仔隊死纏爛打，謝賢態度依然係2個字：坦蕩。佢從來唔遮遮掩掩，直接牽住 Cico 隻手，公開出席各大時尚活動同電影首映禮。喺香港中環街頭，70歲嘅謝賢好似後生仔一樣，貼心幫 Coco 拎手袋、買名牌衫，甚至當住一大班狗仔鏡頭，大方同 Coco 親吻晒恩愛。有記者不懷好意咁問佢：四哥，你哋年紀差咁多，平時身體同閨房生活跟唔跟得上？謝賢笑住回應：我比後生仔仲厲害，絕對可以滿足佢。我哋2個一齊好開心，又冇傷害其他人。其他人點睇，關我咩事？不過外人只睇到呢段爺孫戀荒唐，卻忽略咗謝賢喺呢段感情背後，其實一直好清醒。同 Coco 熱戀整整12年入面，謝賢對佢可以話係照顧到好貼心。佢唔單止負擔 Coco 所有生活開支，仲資助佢去英國留學深造。甚至有傳，謝賢為咗補貼 Coco 投資失利嘅虧損，賣咗謝霆鋒送俾佢嘅豪車。但拍拖歸拍拖，由始至終，謝賢都拒絕同 Coco 結婚，亦堅決唔要小朋友。當時好多人鬧謝賢，話佢玩弄年輕女仔感情。直到後來，
謝賢喺訪談入面講出真相，大家先突然明白佢諗法。佢話：我今年都70-80歲，我隨時都可能走。佢先20幾歲，人生先啱啱開始。如果我同佢結婚，生咗小朋友，等我走咗，佢帶住個小朋友點樣改嫁？佢下半世點算？我唔可以為咗自己私心，毀咗人哋女仔一世。2018年，已經82歲嘅謝賢知道自己年紀大，身體亦冇以前咁好，於是正式向33歲嘅 Coco 提出分手。甚至有傳聞話，為咗唔想陪咗自己12年嘅 Coco 食虧，謝賢直接豪擲2000萬港幣做分手費，等佢可以安心開始自己新人生。Coco 分手之後，多次公開表示，四哥係我呢一生見過最紳士、最體貼嘅男人。呢場被全網嘲足10年嘅爺孫戀，最後總算好好收場。喺謝賢晚年入面，除咗同 Coco 嗰段感情之外，另一件一直繞住佢嘅事，就係佢同兒子謝霆鋒之間糾纏咗幾十年嘅父子心結。早年因為謝賢性格太揮霍，加上投資失敗，搞到謝霆鋒16歲就要簽約出道，幫爸爸還債。嗰陣年輕氣盛嘅謝霆鋒，心入面其實對爸爸有好深怨氣，甚至有啲唔服。喺謝霆鋒眼中，老豆風流咗一世，雖然紅過、威過，但喺演藝事業上，始終冇攞過一個真正夠份量嘅專業演技獎。1999年，18歲嘅謝霆鋒憑住電影《新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篇》，攞下第1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嗰晚，謝霆鋒攞住獎杯返屋企，年少氣盛嘅佢竟然反問爸爸一句：你拍過幾百部電影，有冇攞過金像獎？呢句話一出口，謝霆鋒好快就後悔。只不過父子兩個性格都硬，一個愛面，一個倔強，所以謝霆鋒一直都冇正式同爸爸道歉。呢份內疚就咁一直壓喺佢心入面，壓咗整整12年，直到2011年，呢個心結先終於有機會解開。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謝霆鋒憑住電影《線人》入面嘅搏命演出，一舉攞下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正式坐上影帝位置。喺全場掌聲之中，謝霆鋒捧住影帝獎杯，當住全香港所有電影人同電視機前面無數觀眾，講出一段好動人嘅得獎感言。佢話：12年前我攞新人獎返屋企，向我老豆挑釁。呢12年嚟，我心入面一直都好內疚。今日我想借住呢個舞台，同我老豆講一聲，希望佢原諒呢個不知天高地厚、冇禮貌嘅小朋友。要湊大一個咁難教嘅細路，每日仲要笑面迎人，你先至係最佳男主角。嗰晚，謝賢並冇坐喺頒獎禮現場，佢係喺屋企透過電視睇住兒子向自己道歉。謝霆鋒終於將壓喺心入面12年嘅說話講咗出嚟。父子之間嗰場因為年少氣盛留下嘅較勁，亦喺呢一晚真正解開。不過謝賢自己嘅故事仲未完。2021年已經84歲嘅謝賢接拍林家棟監製嘅電影《殺出個黃昏》。喺戲入面，佢飾演一個被時代淘汰嘅退休殺手田立秋。呢一次佢難得除低招牌墨鏡，唔再靠以前嗰種風流瀟灑嘅巨星包裝，而係用一個蒼老、疲憊，甚至有少少脆弱嘅樣面對鏡頭。佢將一個老人面對失業、孤獨同死亡嗰種無奈演得好安靜、好克制，亦令觀眾第一次真正睇見墨鏡後面嗰個已經老去嘅謝賢。2022年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85歲嘅謝賢憑住殺出個黃昏，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史上年紀最大嘅影帝。當台上讀出佢個名嗰一刻，全場電影人都企起身拍手。謝賢喺林家棟攙扶之下，慢慢行上舞台。佢只係簡單講咗幾句多謝，之後就舉起手上嗰座獎杯。嗰一刻，距離佢入行已經差唔多70年，而佢同謝霆鋒亦正式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史上第一對父子影帝。2026年7月16號，謝賢喺家人陪伴之下平靜離世，享年89歲。謝霆鋒同謝婷婷之後發文證實消息。睇返謝賢呢一生，外界記得嘅唔單止係佢嗰副從不離身嘅墨鏡，唔單止係佢梳得整整齊齊嘅馬尾，亦唔單止係佢永遠挺直嘅腰板。大家記得佢係因為佢見證過粵語片最風光嘅年代，
亦睇住香港電視同電影工業一次又一次由高峰跌落低谷，再重新爬起身。佢曾經風流、任性、揮霍，亦曾經因為自己嘅選擇付出好大代價。但去到人生最後一段路，佢用一部《殺出個黃昏》同一座遲咗接近70年先攞到嘅影帝獎杯，為自己嘅演藝人生補返一個最漂亮嘅結尾。全港再無羅四海，世間再無謝四哥。就好似謝霆鋒最後講嗰句：唔使喊，亦唔需要太傷心。對呢位瀟灑咗一世，亦睇通咗一世嘅傳奇嚟講，當大幕落低，佢擲低墨鏡，轉身離場，呢一刻先至係謝賢最瀟灑嘅告別。